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這件，這是徛台中大理的富足教會，和幾個教友來指控，講聖誕的主任牧師用各種的名義，甲教友洗腦奉獻，其中有一個口仔死的人，就奉獻至少100萬。啊，講牧師一家人去年的薪水將近500萬，但是針對教會金流，攏講袂清楚。啊，迄位被指控的主任牧師已經透過教會的面冊發聲明來道歉，講會甲無合理的薪水攏退刑。幾個被害教友到台中市政府陳情，指控佇咧台中大理富足教會陳姓主任牧師，上空上芳用各種名義甲教友洗腦奉獻來詐騙錢財，總金額超過有上千萬。是還有教會的這個領袖不斷的洗腦，還有就是說壓迫的方式。被害教友表示，這個陳姓主任牧師用開養育課程的名義，一個人收8,000到1萬左右的費用，若無去上課，各項公開批評。另外，佫規定奉獻到一定的金額，捐款的項目是啥物攏有，親像11奉獻、建堂奉獻、財團法人基金奉獻等等。有信眾一口罩死的人，上無奉獻100萬，就覺得他們是真心的，所以非常願意奉獻，基金奉獻、感恩奉獻、愛宴奉獻什麼的，他們都有參與，捐錢給外面是浪費錢。被害教友講，陳姓主任牧師一直營造勤儉愛耶穌的形象，教友攏無懷疑，願意奉獻。後來才發現牧師一個月的收入佫不正懸，所對教會財務咕咕閉閉。一家人114年的薪水接近500萬，領那麼高的薪水，收支卻含糊帶過。牧師佇咧台頂宣稱有教友奉獻房產、土地，會當指定予教會的繼承，佫寫字條，教教友要安怎甲保單的受益人改造教會。去詢問這件事情的時候，他們說其實都是在同儕壓力之下，或者是說，變相洗腦的情況之下去做一個轉換。面對教友這麼多項指控，富足教會陳姓主任牧師發聲明道歉，承認真濟價值觀攏是私心做考慮，薪水條款無迴避，互家己領懸薪水的機會，承諾會甲無合理的薪水攏總退下，甲教會職務失調離開。啊，那台中市政府民政局是講，富足教會有儕項爭議涉犯刑事犯罪，也是民事糾紛，被害人會當採取法律行動向檢調來告發，會繼續監督教會運作。